干嘛去看他？不要去嘛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啊，你这么写啊？不需要，他在那边很好不啊。是需要，我需要啊，我需要啊，我需要啊。安安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我祝福你去美国的时候。妹妹，你会想姐姐吗？我，哎，她哭了，她哭了，她哭了。哦。弟弟，那你嘞？你去找姐姐一下，去找姐姐。弟弟，你呢？哭不出来啊！你哭。我想哭，但我哭不出来啊！把外套穿起来好了。我等一下叫他穿。台湾的。对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想我。王源不要掉东西哦。掉东西，你妈还有很多钱哦。不要掉喽，手机不要掉喽。好啦。干嘛去看他？不要去嘛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啊，你这么写啊？不需要，他在那边很好不啊。是需要，我需要啊，我需要啊，我需要啊。